肥面宽鼻，粗手粗脚，头大如斗。你看，他胖的都没下巴了。姐姐，这可是你呀！讨厌！楚国嫡公主芈姝拜见大王。秦王。今日迎祀，大开眼界。令妹果然天赋迥异，四德绝佳。啊，秦王口中的四德，可是《周礼》所言的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恭。舍妹淑儿，自幼在宫中悉心教养，四德自然是不会差的。此四德非彼四德也。令妹是饱德、饿德、热德、冷德。秦王此话怎讲？令妹体魄健壮，耐得饥饱寒暑，粗音大嗓，说明内气充沛。再看双手，寻常宫中女子都是纤纤素手，青葱玉腕，令妹之手却粗壮、红润、有力。这气味，这浑身气味是油烟柴薪之清香。齐公主该是精于煎熬繁制之烹饪高手。都说当年齐桓公的庖厨易牙，厨艺无双，只怕他若在世，也羞于与令妹比肩。秦王真是说笑了，淑儿先下去吧。是。秦王目光犀利，识人有术，寡人佩服。本王与楚王之嫡妹果然有缘，望楚王能成人之美。秦王，你当真要娶那个她吗？既然她就是楚王的嫡妹芈姝，本王别无他求。这大殿之上，君子一言，可不能反悔啊！那是自然。本王要娶的就是楚国嫡公主芈姝。来，楚王，来，秦王，请。原来那老伯就是秦王。那秦王修剪了胡须，竟然一表人才，气宇轩昂。只是他怎会如此糊涂，竟不分美丑，被王兄戏弄？姐姐这样痛心疾首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中意那秦王了。秦王有何不好？秦王自然是好，可他在大殿对大王信誓旦旦，要娶的楚国嫡公主，可是那个浑身柴薪清香、善于烹调的胖芈姝呢？那他是中了王兄的圈套，说不定他就是看中楚国嫡公主厨艺了得呢。你平日里姐姐妹妹的叫得那么亲热，如今我是热锅之乙，你却在一旁看热闹。好了，姐姐莫急，你说你要我如何帮你才好？得有人出宫，告诉秦王实情。这有何难的？此事交给我了。大王，外面有人来访，说与楚国公主有关。
我去看看。小丫头，怎么找老伯找到这里来了？恕芈月眼拙，竟不知那日的救命恩人就是秦国大王。不必多礼，贵人们无恙便好。老伯修过胡子，以真面目示人，果真一点都不显老。啊，这是皇公子黄歇，这是张子张仪。大王，大王，屈子高徒，太子伴读，本王久仰大名。大王客气，虽是初见大王，但秦王之名天下皆知，一代雄杰，黄歇佩服。秦国自商君变法以来，国势日彰，诚邀天下士子入我咸阳，共谋天下。那屈子名动九州，寡人正思量，若诚邀屈子，不知他是否肯屈尊入秦。楚国乃屈子之父母之邦，恐怕师父不忍背弃。不错，如今楚国势强，屈子身为左徒，深受楚王信任，力图在楚国变法，前途无量，何必千里迢迢远去秦国？然世事盛极必衰，如今楚国朝堂之上，极恨屈子的大有人在，拥护变法者甚寡，更何况楚王为人优柔寡断，只怕一日翻脸，屈子便朝不保夕。身为旷世之才，屈子难道甘心在庸君手下做一个庸臣？男儿生于天地之间，自当纵横天下。若是一举能动诸侯，一言能平天下，岂不快哉？秦王对我楚国宫中之事仅知一二，就此推论，恐怕有所偏失。寡人知道，秦国能给屈子的，楚国也都能给屈子。但寡人今日会给屈子2个字，是楚国一世都给不了的。敢问是哪2个字？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那2个字是痛快。楚国绝对不能给屈子痛快。小丫头，你说寡人的话对还是不对？对，也不对。怎么讲？说给别人或许是对，但说给屈子，那便是不对。玉儿说的对，大王让黄歇转告屈子2个字，只怕屈子亦要还大王一字。何字？忠。子不忠父，乃为逆子；臣不忠君，终为二臣。好，寡人明白了。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若他日在楚国有什么委屈，无论何时，秦国的大门永远为屈子敞开。如此，多谢。小丫头，小丫头来找寡人，只怕还有别的事吧？玉儿受人之托来告知秦王，那日入宫相亲，所见嫡公主芈姝，并非真芈姝。何人托你来传话的？秦王该是心里有数。那他为何不亲自前来告知？身份尊贵，岂能随意与陌生男子相会？上次寡人受人恩惠，一直想将他物归原主，但不得时机。不知小丫头可否帮忙？秦王放心，我定会让这块方巾物归旧主。好，无事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
张子，张子，不与我们一同走吗？我可以走，但只怕我这一走，有人会错过一个人才，错失一次良机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所以，你们先啊。啊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什么？你要芈月做你的陪嫁？你是真的糊涂懵懂，还是故意来惹恼我？母后既然愿意倾其后宫珍宝送舒儿出嫁，为何一提芈月二字就断然回绝？不要问那么多，不行，就是不行。芈月从小与舒儿一起长大，只有她最知道舒儿喜怒哀乐。倾国路途遥遥，若有芈月，也能减少舒儿的思乡之痛。正是因为我疼你，楚国的任何东西我都不会说个不字，但只有芈月，我不能撒手。芈月与黄公子婚事未成，楚宫内外早已议论。既然母后不想让她在楚宫出嫁，那就让她陪我去秦国，也可免了是非与众人的猜疑。不管外人说什么，我主意已定。难道母后一心想让她死在宫中？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别人说三道四也就罢了，你怎么这般不知好歹啊？说公主错怪了微后，微后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公主好。既然是为了舒儿，那就帮舒儿解开心头之谜。从小只知道母后慈爱，对待宫中其他公子公主也恩威并重，宽严有度，为何只有对待芈月如此的刻毒刁难？芈月的娘亲与母后的嫌隙，那是多年之前的事情了。她的娘亲去世，再大的怨恨也该烟消云散。难道连恩怨也要母债子还吗？事情并非像公主想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好吧，既然你非要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这么做是有缘由的。芈月尚未出生，执掌司天台的太史令堂妹就预言，芈月是8星出世，4府变，6甲乱，当主天下大变。芈月她从小心机和作为就异于常人，如果真应了堂妹的话，首先受害的便是我的骨肉。所以不管她在哪里，我的眼睛都大大的睁着盯着她，免得她兴妖作怪。她再一日，我就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你还要带她走？你太不知道轻重厉害了。母后，所谓堂妹的预言，从一开始就荒诞无稽，母后却偏偏自寻烦恼。芈月从小孤苦伶仃，母后更应该可怜她，年幼丧母，无人疼爱，对她格外开恩才是。却因为10几年前某人的胡言乱语，疑神疑鬼，捕影拿风，这是何苦？我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你，如此苦口婆心，你还执迷不悟，你想气死我呀！舒儿原本还猜疑玉儿到底犯下了多大的过错，听了母后一番话，却更觉得她无辜了。舒儿心意已定，若母后不准，我就去向大王评理，望母后顾及母女情面，不要再阻止舒儿带玉儿去秦国了。今日我陪舒公主去看嫁妆，那些珍珠宝贝差点把我的眼睛晃瞎了。你呀，真没见识。去年我在威后那儿伺候的时候，跟着玳瑁姑姑去过一趟方府。你知道方府吗？当然知道，那是宫里头专门藏宝贝的地方。我在那儿看到不少好东西呢。你知道吗？听说这回大王赐给每个陪嫁应时不少好东西呢。他怎么没去领啊？看书看傻了呗。自从威后给皇公子和殷公主赐婚之后，他就心灰意冷，胭脂水粉一概不沾，除了看书还是看书。用不上的东西给咱们俩。
月儿，姐姐来了。我经过你的屋子，看到里面还有光亮。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呀？我想再看一会儿书。不就是一部兵书吗？女儿家又不带兵打仗，看它做什么？反正心里头闷着，正好拿它解烦。上次月花台中毒，你的身子一直没有好利落，当心再倒下。知道了。那我先去睡了。好，你也早点歇息吧。姑姑，何事？我是云梦台的魁姑，听说过些日子皇公子和殷公主就要大婚了，我们做奴婢的没什么好送的，做了些喜饼表表心意。啊，交给我吧。那就有劳了。公子，这是云梦台的姑姑送来的喜饼，放着吧。灵儿，看见没有？这是青玉羽裳。哦，这琉璃珠虽不如随侯珠，但也相差不远。这蜻蜓眼，据说是从极西之地来的。这一套玉佩是用上等的玉石做的。这些啊，都是微后指定宫里头给的嫁妆。哎，你看看这颜色，这犀角杯和这一套八组带钩，分别是用金银铜铁、西域流错8种制材做成。这些啊，都是大王赐的。这赤玉珠串。还有这一套金饰，共有12件，这些都是娘亲留给我的。公主出嫁，这些嫁妆多风光啊！看起来跟狄公主没什么两样。哼，狄公主有什么好呀？狄公主要远嫁，要嫁到那狗都不拉屎的地方去，这辈子想回楚国，跟登天那么难。比起来，我宁可不当狄公主。公主说的也是。恕公主这次走了，还不知道哪日才能再见到。那月公主就更可怜了，娘亲早死，又不为微后所喜，只怕是连个送她的人都没有呢。说的也是啊，跟她娘亲一个命，都是给人当陪嫁硬士，没人送。哼。那本公主只好去送一送了。哎呀，月儿姐姐，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，
宫里给每个应试都配了婢子和下人，一起带到秦国去，你怎么一个也不要啊？月儿不会使唤人，姐姐若喜欢，留下自己用。不说别的，眼下若是有人照应你，这些针线活哪要你亲自操持？这是给蓉儿做的衣裳，蓉儿长大了，少年公子翩翩风度，衣裳总要多备几件的。我这当姐姐的做的，无论好坏，总是当姐姐的留给她的一片心意。那要是到了秦国怎么办？我是王后，你是我的姐妹，总不能这些事情还要你亲自动手。就算你肯，我还不肯呢。秦国后宫那些不知根底的人，还不知怎么笑话我们。后宫里的人都是这样攀高踩低的，想想真是没趣。公主，殷公主来了。她来干什么？哟，你们都在呢。我还说呢，这舒妹妹要出嫁了，不知道得多忙啊。且不说陪嫁中的那些摆设、器具、书籍、珠宝首饰、乐器药材，光那4季的衣裳就得有好几车吧。秦国啊，那地方冬天特别的冷，舒妹妹得把银鼠皮和灰鼠皮的大袄多拿上2件，免得受冻。我的嫁妆由母后定夺，殷姐姐还是多操心自己的事吧。可不是，我那儿也乱成一锅粥了。说起来，我比妹妹还有早出嫁1个时辰呢。这是皇族族长和威后根据大祭司问卜神庙的结果定下的吉时。这不，陪嫁的单子也有了，光金银玉石、玛瑙沉香的手串、手镯子就有好几大盘子，再加上项圈、耳环、凤钗什么的，一样样的看过来，看得我头直疼。其实啊，我也不在乎那些东西。子歇的父母过世早，家里头的事情都是由他们族长做主。皇家在楚国虽然没有过去的花团锦簇，但排场仍旧得撑着。我的嫁妆带过去，还不都是便宜了别人？殷姐姐若没别的事，忙你自己的去吧。没关系，我也是出来散散心的。灵儿，在，帮着珍珠给我烹壶茶去。是。如今啊，我才真的相信，人是天生有命的。像妹妹你，就是荣华富贵，要当一国之后的命。像我呢，就是相夫教子，若夫君能加官进爵，我也就跟着享福的命。可也有的人啊，生下来就是贱，再张狂，也只能跟他娘亲一样，给人当个陪嫁应试。你说，这老天怎么那么公平啊？珊瑚，你进来。我记得前段日子给舒公主做过不少香丸，你把她找来，用香炉把这里好好熏一熏。是。月妹妹，要不你我一起去园子里走走吧？这屋子里的污秽之气实在是太重了。哎呦，可不是，快走。走，走。母后，母后找我。舒儿来了，快坐到母后身边来。母后方才在想什么？想母后年轻时出嫁的情形。母后当年出嫁的时候，一定是美人儿。女儿家出嫁，衣衫光鲜，满心希冀，哪个不是美人儿？母后当年和你此时是一个样子，半点不知日后为人妻、为人母的苦楚。舒儿感激母后
养育之恩。舒儿即将远嫁秦国，那里不似楚国，没有母后和大王为你遮风挡雨，万事都要靠你自己。有些话我不得不叮嘱你。这几日我特别派人去查了一下秦王后宫的情形，你知道吗？秦王之前娶的王后是魏国公主，随王后一起嫁入后宫的还有她的亲妹妹魏延和她的一个族妹。王后无子嗣，魏延把自己的儿子公子华托付给王后抚养。这位公子华现在在众人眼中已是准太子。去年春天，前王后病逝，魏延已经升为夫人位分，大权在握。我担心你宅心仁厚，到了秦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母后放心，秦王已经答应舒儿，要庇护舒儿一辈子。有秦王庇护固然是好，可是靠人不如靠自己，更何况枕边人的话是靠不住的。母后，好了，眼下多说无用。终有一日你会明白母后的苦心。蓉儿再有2-3年就可以分封领地，无论好坏都可以照顾好你自己和葵姑。小冉，我原本打算把小冉留下的，但郑伯身体欠佳，已无力抚养小冉。我想，我还是把小冉带走吧。姐姐，此去秦国路途遥远，途中一定会遇到许多危险。小冉弟弟的事，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小冉不能进宫，可跟着你是公主陪嫁，又多有不便。我想，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这个了，让小冉跟着我。不可能，我们都知道，小冉不可能进宫的。但我可以出宫，小冉跟着我，我跟着你。裴家应氏都有随从侍女，我随你一同离开楚国，既可以一路照顾你，又可以照顾小冉。那蓉儿怎么办呢？姐姐，别再把我当小孩子。葵姑这法子我赞成。我眼下虽不能为你和弟弟争一块天地，但绝不要你和葵姑再为我操心。再说云梦台里还有其他姑姑，不怕没人照应。蓉儿的确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只是葵姑为我们姐弟已经辛苦了半辈子。我原本打算让葵姑跟着你去养老的，若是跟了我，难免前景险恶，凶吉难卜。不用多说了，跟你走，无论是吃苦还是享福，姑姑都情愿。玳瑁，你跟随我这么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我和你的情分早已超越了主仆，所以我心里有个打算，一直不忍跟你说。微后要是这么想，就把婢子当外人了。舒儿要出嫁，我心里总是不大放心。她过于天真，心性纯良，要远嫁那虎狼之秦，我担心她不是那些后宫之人的对手。微后是打算找个心腹跟着舒公主去秦国，好助她一臂之力。正是。微后既有此意，玳瑁在所不辞。你真的愿意去？玳瑁从小入宫跟随微后，家人受尽微后恩典与责，婢子的性命都是微后的。只要微后肯放心，婢子一定竭尽全力保舒公主在秦宫平安。有你同去，我在楚宫也能睡几日安稳觉了。其实让你去，我是一举两得。我已经对那贱人做了安排，万一他没死在路上，到了秦国，说不定哪日他会成为舒儿的克星，到那时就要靠你见机行事了。婢子明白。殷公主，时辰到了，殷公主请。
殷公主。季伯，怎么不见黄公子啊？子歇躲在喜房里不肯出来，我也正着急呢。他要不来，如何行这一拜大礼？我亲自去请他。这样不妥，不合礼制。有何不妥啊？反正他早晚是我的夫君。哎，公主，也好。夫君，今日良辰美景，夫君为何背对着我？夫君，姑母怎的好糊涂啊，竟然叫侄儿夫君。公主，皇公子呢？皇公子，皇公子不是在屋里吗？那是太子。太子，太子一早来给皇公子贺喜，然后就走了呀。蠢猪，那走掉的是皇公子。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。啊！怎么出这种事？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。公主闪开！公主，公主，怎么回事？拜。再拜。三拜。贱人，干嘛呀？贱人，放肆！芈音，贱人！狄公主出嫁，你怎敢放肆？大王为后，替芈音做主，皇协拒婚，他跑了。此事当真？金华台里，太子穿着喜服，皇公子根本不见踪影，定是那芈月设此奸计，毒害婴儿。大王为后，千万不可放过这个芈月。芈月，告诉我，黄歇到底去哪里了？黄歇是在与芈音成婚的时候不见的，我怎能知道他的去向？好硬的一张嘴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母后，那黄歇被关在金华台多日，月妹妹日日与舒儿在一起。黄歇走了，去追那黄歇便是，怎怪在月妹妹身上？那皇公子定是被芈月迷惑了心窍，今日突然不见，定是与芈月早有预谋。你这桩婚事，皇公子本来就是不情不愿的，强按牛头喝水，得此结果也怨不得别人。舒儿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心里明镜似的，早就看出芈月跟你出嫁请我是不怀好意，你还替这个贱人说三道四，把芈月给我扣下！母后，今日是舒儿出嫁之日，一身祸福均系此刻。芈音哭闹较场，母后又要扣下舒儿的陪嫁应试。假若一定如此，不嫁也罢了。舒儿，月妹妹不走，舒儿也不走。舒儿糊涂，母后这是为了你好。大王，吉时已到，若错过了时辰，与公主的姻缘不利。大王，这黄歇悔婚是小事，
楚秦联姻才是大事。母后，眼下没有证据证明黄歇的出逃与芈月有关，以寡人之见，还是得过且过，即刻启程吧。这怎么可以？有何不可？若不是你强行把芈印许给黄歇，事情怎么会闹到如今这个地步？微后明鉴，若再不启程，就会错过了吉期。秦王那里在关外迎亲的人也是有时辰的，况且秦国迎亲使者手里有陪嫁应妾的名单，突然少了一人，恐怕会引起误会和猜忌。好了好了，启程启程启程！等等，舒儿，也许你眼下还不会明白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。你是娘亲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我怎会害你？等你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儿，你便会明白做娘的一片苦心。母后，母后姐请放心，舒儿到了秦国，会擅自珍重的。往后山高路远，舒儿不能陪在母后身边尽孝，还望母后多加保重。吉时到，启程。哭闹真是丧气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！为何不可以放过那个贱人？千万别受冻。放心，你和冉帝路上要保重，还有贵姑，不要太辛苦了。在宫里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学会忍，千万要小心微后那边。只要熬到分封，有了你自己的立脚之地，一切就都好办了。等到分封之后，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都接回来。只是这一去，路途遥远，会有很多危险。还有我呢，谁要是敢欺负姐姐和魁姑，我就揍他。小冉是个男子汉了，遇到险境，我们会有办法的。眼下我们不得不分开，就是为了有一日，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团聚在一起。求到了！要不然到江边上船，天就要黑了。蓉蓉送姐姐出嫁。起来吧。保重。保重。走吧。
襄城守将唐遂拜见舒公主。免礼。谢公主。这位是秦国的蒙敖将军，特来迎亲。外臣蒙敖拜见舒公主。蒙将军有礼。公主，行宫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您先行歇息。明日，蒙敖将军会亲率人马为送亲队伍打前站，再由末将护送公主出关。出了襄城，就由蒙敖将军护送公主入秦了。有劳两位将军了。这是外臣应尽的职责。舒公主，请。岳公主，小心脚下。哎呀，终于到了。晌午才从船上下来，接着又坐车，这会儿觉得房子都在打晃呢。妹妹，你快坐吧。姐姐早生歇息吧，明日开始车马劳顿，只怕会更辛苦。妹妹，你也累坏了吧？那你也早点歇息吧。我就住在姐姐隔壁，有事喊我。嗯。这孩子累坏了，一沾枕头就睡着了。路上你一直照应我们，此刻还要做针线，让我来吧。不用，你快把这碗绿豆汤喝了吧，我才熬的。是不是还有点烫？不是。明日就要离开楚国了，我这心里乱乱的。能顺顺当当的走到这儿，已经不容易了。虽说出了楚国，魏后的手就够不着了，但家也就此难回了。有亲人就有家，首先是要活着，只要能活下来，你娘亲和举姬就没有白死。等我们跟黄公子接上了头，就该将实情告诉舒公主，免得走得突然，让她伤心。姑姑说的是。谁啊？一位故人。我听你的声音陌生。你将门打开，便知道了。你谁啊？老夫没有猜错，应该就是你。可我不认识您。你是月公主，是那颗霸星。老伯，我没见过您。在下堂妹，襄城守将唐遂是在下的堂弟。16年前你还未出世，老夫就知道你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当年老夫夜观天象，发现霸星出世，4府变6甲乱，
主天下大变。我将此事报告给大王，说霸星将要降生到楚宫。大王当时高兴得很呢，没想到生下来的却是你这个女娃娃。于是，老夫被剜去了双眼，流放到了边关。难怪从小父王就叫我霸星。你也知道自己是霸星？什么霸星？我芈月就是普通女子，与那帝王之说毫无干系。天命不可违，无男女之分，非人力所能更改。若是逆天而行，必受其祸。必受其祸？你是说这么多年，我们受苦受的还不够？你可知道，我和我周围的人就因为这霸星之说而受牵连。老夫只是一介星象之士，根据星辰变化记录言说。就因为你的胡言乱语，害得我娘命运多舛，害得我跟我弟弟从小被人欺负。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多事？为何要与我们过不去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好了好了，你走吧。你再不走，我要喊人了。晚了，走不了了。老伯，老伯。大胆狂徒！慢！他进去！咎由自取。月儿，姐姐，怎么了？唐将军，出什么事了？禀公主，两个大逆不道的小贼惊扰贵人们歇息。现末将已将其诛灭，望舒公主恕罪。堂妹老伯，可是唐将军的堂兄？不错。老伯仁义，替芈月挡了致命一剑，已经不行了。敢问公主，他人在何处？在我屋里。这门外不是有侍卫把守吗？
怎么还能让外人进来？守门的侍卫均已被害。这院子外面应当还有巡逻的将士和值更的侍从，唐将军可知他们的去向？这……末将失职，明日一定仔细查处，严惩不贷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夜已深了，明日还要赶路呢。是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吓死我了！你没事就好。只是这刺客来得蹊跷，死的也蹊跷。我一定让人禀报大王，狠狠地处罚这些襄城守将。其实也怪不得他们，这襄城是秦楚交界之地，历来盗匪横行。今日之事，大约也是哪个毛贼被糊涂油蒙了心，闯错了地方。玳瑁姑姑好灵清啊，连这小小边城的事情都了然于胸。奴婢也是道听途说罢了。既然大家都没事，那就早点歇息吧。早点歇息吧。唐将军，你还是警醒点好。这下半夜要是再出什么差池，你我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。这是当然。你们这队人，给我在院子外面牢牢守住。要是再出半点差池，本将军绝不轻饶。是。我想了一夜，昨晚之事绝非意外。我心里有数，那堂妹突然上门，只怕就是好心来报信的。难道还是韦后？是他，也可能是别人。这可怎么是好？原以为一切都可以结束了，可现今……我只好盼着赶快到武关，到了那儿就有着落了。黄公子，少司命庇佑，月儿和我们能平安到武关城。
公主，此处已是楚秦交界，末将只能护送公主至此。请公主擅自珍重，一路安泰。之徒带在身上，也算是聊作安慰。是啊，谁是家乡好，月是故乡明。公主，你还好吧？你怎么样？停车！停车！公主，太庙已定下吉时，咱们行程紧迫。末将知道，公主身子娇贵，可公主每日迟出早歇，走走停停，中间又是种种事故，照这个速度行进，怕是会延误婚期的。将，
公主尊贵之躯，难以承受车马颠簸之苦，自然要多加休息。将军既奉秦王之令，遵令行保护之责即可，并非押送犯人。何时行，何时止，当由公主做主。及期如何，与你何干？放肆！你只不过是小小奴婢，竟敢对本将军无礼！不错，我是奴婢，但我是楚国公主的奴婢，不是将军的奴婢。既入秦界，要遵秦法，耽误了规定的行程，无论奴婢贵人，一律责罚不贷。将军息怒。秦王以礼聘楚，楚国以礼送驾，将军身为秦臣，该以礼护送。公主病倒，将军和属下必然滞留。将军若是能让公主歇息一个时辰，公主身体略好些，也可让车马加速行程。1个时辰？不行，只能歇半个时辰。谢将军。姐姐，喝口水吧。这水是必须喝的。荒原之中，水是救命的神仙。我怕喝下去，一会儿又吐出来。与其如此，不如不喝。姐姐，入秦多日，你不是吃不下东西，就是把吃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。若是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公主受的苦你都看到了，且不说送来的膳食粗劣，用膳的时候竟然仍在行进中，人坐在马车里颠得七荤八素，还没吃一口就吐出来了，这哪里是迎亲啊，分明是折磨人。这里不是我们楚国王宫，身边也不是我们楚国臣子，荒郊野外，缺衣少食是难免的。千里迢迢，吃不下也得吃一些。身子是姐姐自己的，损伤了无人可抵偿。出嫁前，只知道这一路曲折遥远，谁料会如此艰辛。还有那个蒙敖将军，更是可恶，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中。蒙敖将军是粗人，行武严整，只怕他有他的难处。再有难处，也该知道自己的身份。舒公主是王后，是主子。若在楚国，她如此叫嚣，脑袋早就搬家了。过2日就到武关了，再忍一忍吧。奴婢能忍，公主如何忍？一入秦地，就黄沙漫天，西风凄凉，稍一露头，身上嘴里全是沙子。这一路上，连个驿站都没有，晚上只能睡臭烘烘的羊毛帐篷。你问问公主，入秦的这些日子，公主有多少天没梳洗了？那段时间坐船，我以为会是最难熬，如今想来，就如同仙宫一样。既然出嫁没有退路，那姐姐只好想着，只要熬过这一关，往后就好了。如何之后？熬不过眼前，又哪来的往后？我真是想家，这一路越走越灰心，这般周折，真是让人……姐姐是想说，真有些后悔出嫁了吗？什么越走越灰心？明明是越走，与心上人越近才是。哪来的心上人啊？进入秦国这些日子，姐姐可听说过秦国4塞？武关、函谷关、萧关、大散关。武关城是秦楚边塞第1城，秦王就是从这里出关，进入大楚，去向姐姐求亲的。妹妹提起秦王求亲，真是恍如隔世。到了武关就有驿站，站站相连，一路平坦大道直通咸阳。到那时，姐姐就可以好好歇息，调理身体啦。妹妹也想早早到武关，对吧？当然。说来也是，
这么多的车马兵卒，都是因我而来。我要是打不起精神，不是更连累了大家？好了，把水和食物给我一些吧。姐姐，来，姐姐。姐姐，想来我也真是佩服你，这粗粝的糕点如同嚼蜡，你是怎么咽得下去的？姐姐是从小没有尝过饿肚子的滋味。其实有东西吃，比饿着要舒服多了。真的吗？嗯。舒公主是金枝玉叶，天生就不该受苦的。像这种吃食也能将就下去的人，是自降身份，自轻自贱。姑姑若是觉得只有饿肚子才能保住大厨脸面，那你就饿着好了。但不该劝姐姐也挨饿。路上行程艰难，需要体力，不吃哪儿来的力气车马劳顿？别争了，我倒是真有些饿了。我再吃几口吧。